其是而家政府已經立咗法啦，咁大家更加應該認識點樣去思考醫療上嘅決定。其實預設醫療指示唔代表唔使即係叫做管理身體或者係去睇病啦，或者係去跟醫生嘅指示啦，但係就係話啦，去到不可逆轉，加埋你失去咗自決能力，呢份嘢咧先至會係叫做被執行同埋有效嘅咁樣咯。如果醫護團隊認為嗰個疾病喺而家嘅醫療技術有啲新嘅突破係可以醫治嘅話，其實佢就唔係屬於不可逆轉啦。咁嘅話，咁根本就唔需要去擔心簽咗呢份嘢會唔會影響將來接受醫療服務。三樣好重要嘅嘢，第一就係自己話事。啲老人家咧，除咗自己好關顧身體之外，其實都唔想煩到屋企人。預設醫療指示就係可以避免咗屋企人為佢做決定嘅煩惱啦，甚至係家庭之間嘅嗰個衝突。第二樣嘢係咩呢？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所有人都想即係舒舒服服行埋最後嗰條路，但係就係話啦，去到不可逆轉，加埋你失去咗自決能力，點樣將你原本嗰個諗法係讓醫護人員同埋屋企人更加清晰呢？唔好到時候臨急臨忙先至做錯決定，或者係會有種遺憾咯。第三樣係乜嘢呢？反而係一個更加負責任嘅行為，讓身邊嘅其他人都認識呢，精準地將呢件事係講得清楚啦，就會令到屋企人就持平啲去睇呢件事。喺我醫護嘅角度嚟睇呢，咁其實好多時候入院舍都係代表個身體機能係冇以前咁好啦，都需要去開始考慮預設照顧計劃入邊嘅唔同嘅選項啦，令到自己同埋屋企人有個比較清晰嗰個景象就非常之重要嘅。